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 Miss 花梨，你哋又叫做咩名啊？Miss 花梨想問下小朋友，你哋有冇搭過雙層巴士啊？我聽到好多小朋友都有搭過，你哋知唔知道搭巴士要喺邊度等車呢？冇錯啊，係巴士站。今日 Miss 花梨講嘅故事叫做認識8種車輛。今日爹哋會同 Davis 一齊搭巴士去圖書館。喺等巴士嘅時候，會見到好多唔同種類嘅陸上交通工具。之後，爹哋就話同 Davis 玩一個遊戲。爹哋就話啦，我試下形容俾你聽嚟緊嗰種交通工具，然後你就估下係乜嘢交通工具啦。Davis 聽到呢個遊戲，覺得好有趣，即刻好留心咁聽住爹哋講。第一架車嚟到啦，呢架車係紅色細細地嘅，呢一種車一般係可以坐4至5個乘客。我哋只要一上車，同司機講自己想去嘅目的地，到落車嘅時候俾車錢就得㗎啦。俾多個貼士你啦，呢種車除咗紅色之外，仲有綠色同埋藍色。不過搭呢一種交通工具係相對比較貴㗎。小朋友，你哋估唔估到呢一種係乜嘢交通工具啊？冇錯啊，係的士。紅色的士主要係去市區，綠色的士主要係去新界，而藍色的士主要係去大嶼山。小朋友跟住 Miss 花梨一齊讀啊！的士，的士。第二架車出現咗啦，呢一架車嘅車頂係綠色㗎。呢一款車一般係有16個座位或者19個座位。如果唔夠位坐嘅話，就要等下一班㗎啦。你哋估唔估到係咩車啊？冇錯啊，係小巴。香港嘅小巴分成紅色小巴同埋綠色小巴。紅色小巴路線同埋時間可以彈性調節，乘客都可以隨意截車。而綠色嘅小巴就係有固定嘅路線、班次、收費同埋站點嘅。小朋友跟住 Miss 花梨一齊讀啊！小巴，小巴，讀得唔錯喎。第三架車嚟緊啊！呢一架係一架好大嘅車嚟㗎喎，佢專門係俾啲旅行團嘅人坐㗎。有時 Davis 你哋學校旅行，學校都會用呢一種車去接載大家。小朋友，你哋估唔估到係咩車啊？冇錯啊，係旅遊巴。旅遊巴通常車身長長，顏色鮮艷，仲會印有圖案，好似風景畫咁靚㗎。小朋友啊，跟住 Miss 花梨一齊讀啊！旅遊巴，旅遊巴。
跟住到下一架車啦。呢一架車係黃色㗎，專門接送啲學生返學同埋放學。喺呢一架車上面，仲會有啲姨姨照顧小朋友嘅安全。你哋估唔估到係乜嘢車呢？冇錯啊，係校巴。唔知各位小朋友有冇搭過校巴返學呢？一齊跟住 Miss 花兒讀校巴，校巴。然後到下一架車啦。呢一種車通常係俾家庭用嘅，因為佢方便一家人出入，唔使等公共嘅交通工具。你估唔估到係乜嘢車啊？冇錯啊，係私家車。私家車嘅款式有好多種，有大有細，有紅色、藍色、白色，好似屋企嘅小幫手咁。小朋友啊，跟住 Miss 花兒一齊讀啊！私家車，私家車。有一架好快嘅車駛咗過嚟啊！呢一架車細細架，但係速度好快，揸嘅人要戴頭盔，保障安全。你哋知唔知呢一架係咩車啊？冇錯啊，係電單車。電單車只有兩個轆，車身又瘦又長。因為佢好細架，所以可以好靈活咁轉彎，但係要留意喺車同車之間就要小心行過啦。小朋友一齊跟住 Miss 花兒讀啊！電單車，電單車。喺高架軌道上面有一架車嚟緊，呢一種車好似一條識跑嘅長蛇咁，身體分成好多個車廂，專門喺地嘅下面或者喺高架嘅鐵路上移動㗎。你估唔估到係咩車啊？冇錯啊，係港鐵。港鐵每一日朝頭早同埋傍晚都會載住成千上萬嘅人去返工、返學同埋玩。另外，佢有唔同嘅路線，好似彩色嘅線條交錯喺城市入面。乘客只要喺站點等候，好快就到目的地㗎喇。小朋友跟住 Miss 花兒讀一次啊！港鐵，港鐵。後面有一架車嚟緊啊！呢一架車好高，有2層㗎。Davis， 你平時就最鍾意坐上層㗎喇，因為可以睇到好遠嘅風景。小朋友，你哋估唔估到係咩車啊？冇錯啊，係巴士。唔知小朋友，你哋又鍾意坐上層，抑或係下層呢？Davis喺呢個時候大嗌：係巴士啊，係巴士啊，巴士終於到啦！Davis 佢好心急咁上巴士，準備去圖書館啊！小朋友一齊跟住 Miss 花兒讀啊！巴士，
巴士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完啦，不如等 Miss Farley 考下你哋有關於呢個故事嘅問題啦。第一題問題係：爸爸同埋 Davis 前往圖書館嘅時候係用邊一種交通工具呢？冇錯啊，佢哋係搭巴士去圖書館。第二題問題係：香港嘅的士按顏色嘅話分成幾多類呢？冇錯啊，係分成3類，分別有紅色、綠色同埋藍色。紅色係市區的士，綠色係新界的士，而藍色就係大嶼山的士。第三題問題係：旅行團乘坐嘅交通工具叫做乜嘢呢？係叫做校巴，抑或叫做旅遊巴呢？冇錯啊，係叫做旅遊巴。第四題問題：邊一種交通工具係由多節嘅車廂組成嘅呢？冇錯啊，係港鐵。港鐵係由好多組車廂組成一齊，所以佢可以帶好多人去到目的地。最後一題問題啦，你最鍾意邊一種交通工具呢？Miss Farley 聽到你哋嘅答案啦。我聽到有啲小朋友話最鍾意巴士，因為巴士有上層，可以睇到好遠嘅風景。我亦都聽到有啲小朋友話鍾意小巴，因為覺得搭小巴好快可以去到目的地。好欣賞小朋友都有好留心咁聽故事同埋回答問題。依家小朋友不如跟住 Miss Farley 一齊讀一讀今日故事出現過嘅幾個詞語。你哋準備好未呢？如果準備好嘅話，我哋就開始啦。的士，的士，小巴，小巴，旅遊巴，旅遊巴，校巴，校巴，私家車，私家車，港鐵，港鐵，電單車，電單車，巴士，巴士。好欣賞各位小朋友都有跟住 Miss Farley 一齊讀。今日爹哋同埋 Davis 等巴士嘅時候，見到有8種陸上交通工具。小朋友，你哋又記得幾多種呢？下次出街嘅時候，都可以多啲留意一下身邊唔同嘅車。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。如果鍾意 Miss Farley 今次講嘅故事，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